念佛持咒见教王。你咱们呢，专心念佛，专心持咒，无论你的佛所说的法，哪一种的方法去修行，都会将来见佛，闻法，成就这个佛道。要是佛教堂佛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尊，也就是那个多了3.3菩提，就是无上正觉尊，佛，佛有10号如来应供，天人师，这是佛10号之一。名横独是演说的一个名号，善事世间解，这个佛的名号。咱们的至亲归命